我回来了，我儿子是扬州知府，我是扬州知府他妈。来，知府他妈，你现在就拿着鞭子，照这牲口给我来一下！你找死啊你！你们谁来啊？来啊！快把人给我拦住！别来！这牲口要是往前走一步，我就没命了，是吧？我现在当这个扬州知府，跟这个一样，多往前走一步，我就没命了。现在你们大家都给我听好了，我就在这儿定3条规矩，你们要是办得到，我们就进扬州；谁要是办不到，现在就拿着鞭子抽牲口。小祖宗哎，什么规矩你爬出来说行不行啊？不行，就在这儿说。这牲口一经就麻烦了。那就是说，老天爷不让我当这个扬州知府。你怎么什么不吉利你就来什么呀你？说吧，你快说吧你。第一，到了任上，1不许收钱，2不许收礼。不管他是转了18个圈子，还是拖了36拨人给送过来的，一样给我原路退回去。世界上没有白来的东西，知道吗？就算是从自己床边冒出来的，就地给我埋了。办不办得到？你就接着说吧。第2条，不许沾盐商的边，啊，就算是面对面的碰见了，也给我绕开3尺走，记住了吗？他们说什么都别听，也别信啊！他们要是夸你胖了，你就把自己想成个瘦子；他们要是说你美呢，就把自己当成猪八戒他二姨。就算他们说太阳从东边出来了，自己抻长了脖子看一眼再说，办不办得到？这个容易，你快说第3条啊！第3条，这个第3条我现在还没想好，反正一共有10条，你们条条都给我记住了。就，请问这可是新任府尊李大人的官称，有什么事吗？本州各衙署官员及地方士绅在望江楼宴请李大人，特命我等前来护驾，请行个方便。小人先给李大人请安，请问李大人现在可在？在。你往车轱辘底下看。这是干什么？我看看你们扬州的地面有多宽。小人参见府台大人。免了。多谢府台大人。怎么，就你们2个来接我吗？回大人话，他们都在望江楼候着，给您接风。鸿门宴呢？卑职不懂。你们要是懂了，我还当什么扬州知府啊？啊，前面带路吧。是。拿着。是钱。我有些来历。是啊，这个李大人可是不得了。就是。说就是皇上都曾经钦点过他。几位大人谈什么呢？是啊，就是这。李大人，我跟你到了。恭迎府台李大人。这是请我的吗？
李大人出知扬州，据闻是四爷的举荐，皇上的钦点，这也是属辽的荣幸啊！我等设宴交迎，一是为李大人洗尘，更有忘却谢恩之意呀！啊，正是正是，扬州的父老久慕圣恩，才有这一方之盛，日后还要多承辅尊大人的庇护。好说，好说。这桌席够排场哈，区区几道乡土风味不算破费。这是松鼠桂鱼，应时当令，美味可口。李大人，在看什么？我听四爷说啊，说扬州的盐税，光是去年1年就跑了7成。我想看看是不是都跑到这鱼肚子里去了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什么？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不懂开玩笑啊？你们说我能跑到饭桌上来跟你们收盐税吗？啊，那皇上不就不用派知府来了吗？派几个厨子来不就行了吗？李大人随和。今儿掌勺的厨子是谁啊？把他叫进来吧。奴才们伺候李大人。你起来。你给我报报这个菜名啊。糟煨熊掌、冬笋鹿肉、龙井鸭舌、六郎神鞭。哎，好了。你们这个淮扬菜还真是有点名堂啊！哎，那你们说这些菜对于我来说，算什么新鲜玩意儿吗？大人是雍亲王爷的门人，天家富贵，当然是什么大场面都见过了。是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些菜我都吃过？当然了。当然个屁呀！我告诉你，这些东西，我一样都没吃过。不但没吃过，而且我连听都没听说过。哎，你说我长得胖吗？富的。哎，那我这长相还过得去吧？啊，贵人之相，的确是贵人之相。我李卫从小就没吃过好东西，白菜豆腐我就过年了，啊，可是该长的我也都长全了。皇上给的俸禄，只要购买白菜豆腐，我就能够养活一家子了。你们吃的都是好东西，啊，不过我李卫消化不了。可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好东西要是真吃顺嘴了，说不定哪一天就让这小绳子给拴上一道。是。这俗话说得好，车来头一辆，啊，今天的情我领了，这些饭菜你们留着自己慢慢吃吧。各位要是真抬举我李某，陪我做个清官，把这盐税给我交上来。这怎么回事？这什么玩意儿呢？义兄，你看这个人是什么路子？啊，什么路子也不是。法眼。不过这个人，我们得上点心。哎，卖馒头了，馒头，热乎的馒头。哎，买俩馒头吃。你看，每次让你掏钱都那么难，这几个小钱都给不起啊！我来吧。哎，来，买俩馒头。哎，
你是官儿？当然是。不，我就是一唱戏的。我说的嘛，这扬州义府当官的哪有在这儿自个儿买馒头吃的？哎，卖馒头了，卖馒头了！是啊，哎，会长回来了。啊！哎呀，会长回来了！回来了！哎呀，会长回来了！会长您回来了！好，会长，请坐，请坐，快坐。都坐吧，坐吧。那个新来的知府李卫，先不说他，商量一下，把一公子的20万银盐赶快运走。是。什么时候到的？刚到。今天我去了一下望江楼，见到了你说的那个什么李卫了。怎么样？看来是被什么人调教了一下，想跑来当青天。听说李卫这个人很被四爷看重，连任南坡都出入过他的幕府。任南坡？是江州那个任南坡吗？是，不过目前好像没跟来。他这次是顶盔贯甲而来，一身血气。咱们先不要正面碰他，摸摸他的脾气再说。我试了一下，在钱财上，他的门户还挺严。哼，因人而异嘛。钱能通神，3炷香也能敬佛。你放心，只有扎不准的脉，没有扎不透的脉。启禀公子，一公子到了，有请。是。哎呀，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！是没见到我们的盐如隔三秋吧？啊？哎，两怀的盐一半在你们手上攥着，见到你们不就见到盐了吗？啊，上回的利润很大，各位的那份我都带来了。我阿妈说得便的时候，请你们上山东走一走，她要做东。好。听说令尊很担心那个新来的知府，对我要出的那20万引盐有点顾虑。上点岁数嘛，也不想再谋什么了，求稳怕乱而已。那是，署理一任2怀盐印，3辈子都吃不完啊！可咱们还得接着干呢。可我听老爷子的意思，官房盐引暂时都不能动。有我在还不容易吗？不就是个光杆知府吗？只要我们互为犄角，他就是千手千眼佛也没用。哎，这是实话。有你黄会长各路来盐，有熊管带的河防官军护驾，有盐帮的人挑盐走镖，有你季大公子出具官房盐引，啊，这就是万无一失啊！啊，你就坐享其成了啊！我给你们送钱来还不行吗？啊！你先听听李卫写的信。四爷，奴才也没别的法子，只记住了四爷的话。公生母，鸡生蛋。公生母，鸡生蛋。哎，四哥，你教他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时候教他这话了？我说的是公生明，廉生威。你接着念，接着念吧。奴才这只蛋没有缝，凭他什么苍蝇叮都叮不上。奴才和奴才的妈每天吃白菜豆腐，
吃的那些个盐商天天喊阿弥陀佛，主子放心，奴才已经谋划好了，总在这1年内，将那700万两丢掉的税给主子闹回来。1年之内啊，再抓他17、18个贪官奸商，让13爷咔嚓过过手瘾。他把我当成什么了？你觉得怎么样？我担心这小子会栽个大跟头。你那天看见的是这条船吗？是这条船。快点，快点，这边，快点，过来，过来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！跟上。你干什么去？我得去看看，不能让他们在我眼皮底下。你一个人能干什么？回去，拿我的印信，马上去河防营。好，追这儿，往这儿来。这个快！哟，李大人，您这是？我下河了，呀呀呸的，被我逮个正着，一船的4眼，在哪儿？码头。听说前几天夜里不是来了一条船吗？扣住没有？咱们的人到的时候，他们都已经跑光了。兴许啊，又是他们干的。这帮私盐贩子真是胆大妄为。那是几营的防区？是河防3营的。叫3营的守备马上来见我，让他立即叫醒人马，再调40名弓弩手。我一到就点名。是。李大人，您刚到，有所不知，我们河防营为了抓这些私盐贩子，真是疲于奔命啊！这一段都归你管吗？南到太湖，北到运河口，几百里的水路，我们河防营1000把个弟兄，真是防不胜防啊！那你就干看着没辙啊！抓的抓，杀的杀，1年到头是闲不住。这回李大人上任，动手就抓私盐，我真是求之不得。咱们一文一武，好好的整整这帮私盐贩子。你下面的人都好使吗？一帮兵痞不好调教，好在我有军法，毕竟是朝廷命官嘛。您换换衣服，我去点兵。拿官服来。宾馆带兵点齐了。巡夜的今天哪儿去了？可能出来的晚了点儿。回去每人打20军棍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等我赏你啊！把码头给我围起来。是。李大人，就扣这条船吗？呀呀了个呸的！搞什么搞？这不像走私的盐船呐！老爷，有访客。
啊，府台大人，不知府台大人也有月下观花的雅兴。来啊，添盏。哎，不用了。李大人，这支曲子是新谱的，无锡顾贞观的两阙金缕曲，李大人一定深通曲律喽。深更半夜的，你干嘛呢？李大人刚到任，可能有所不知，扬州城这个地方嘛，历来是金粉繁华之地，花前月下，听曲拥妓是不犯法的。万岁南巡驻跸扬州时，都曾临江赐赏过。李大人有什么不妥吗？啊！这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亏你想得出来啊！哎，你没看他当时那个样，憋得像个猪肝儿。乐是乐，我那几千担盐可是得快着点儿。山东最近盐价很高，我已经跟他们说了，20天之内把盐运到。如果错过了这个时机，那可就是上百万两的出入啊！不仅是你们。安徽、江西、福建好几个省的盐号都在催呢，压了多少？可不少。咱们自己的2个盐仓都快满了，南北2个码头，就是日夜不停的装，也得装个10天半个月的。不能昼夜不停的装，白天还是按部就班的装户部调拨的官盐。李卫他一个光杆知府，还能怎么样？此人毕竟有雍亲王的背景，还是小心一些为是。那就全都晚上装船，我再备他2条花船，他什么时候到，我什么时候就他听曲儿啊！阿晨，来喝碗姜汤吧。阿晨，压了个呸的！敢耍老子！这是明摆着的，肯定有人被他们买通了。谁呀？我怀疑是何方营的人。何方营？何方营也是朝廷的军队啊。你知道漏掉70%盐税，那得是多少盐吗？买通不了何方营，他们连码头都出不了。有钱难买回头看。来人！哎，你干嘛？我回码头看看去。哎，这次我去吧。这里谁管事儿啊？哟，2位官爷吉祥，啊，姑娘吉祥。他怎么睡在这儿？哟，只要有人出钱，谁睡在这儿都行。再说我们也没替你看着呀。他什么时候上船的？听我的，问多了呀生气。男人就那么回事儿。别往心里去，男人嘛，花花草草的总得沾着点儿。你说什么呢？不光是你呀，7老8十的还有上来闹的呢。我问你，他什么时候上的船？昨天后半夜。谁给他出的钱？商会的黄会长。
回事？看吧，何方营的醉在那条花船上了，黄会长出的钱。你们先退下吧。是。石榴，去拿壶酒来。哦。小子，你不爱喝酒吗？今儿我让你喝个够。你叫我？我叫你们停2天，怎么就停不下来？爹，山东的钱咱们已经收了，不能因为一个什么狗屁知府，就把10几年的主顾给丢了。可就是这个狗屁知府也能咬人，知道吗？你看看，他把何方营的手背扣在了那条花船上，送到我这儿来了。你让我怎么办？管还是不管？如果真让他从何方营撕开口子，哪怕是一点点口实上报朝廷，那就是泼天大罪呀！有一个算一个，谁也跑不了。来呀，取1万两银子，送给何方营，交给熊管带。是，让他好好照顾这个人的家眷。就说这个守备畏罪自杀了。畏罪自杀？李大人拿到什么口供了吗？他明摆着私通盐商，暗中通信。你知不知道？我把他从花船上抬下来的。我治下一向严厉，你说的这些，哪怕只有夜宿花船这一项，也足以行军法。畏罪自杀，便宜了他。不过李大人，你作为一个地方官，插手我的军务，恐怕不恰当吧？如果什么人都能把一个在役的军官抓来抓去，你李大人再是青天，也不合适吧？那眼看着私盐往船上装，你的人不去赌，你还不让我赌啊？何方营就是口岸缉私的专设营务，何方营的总线是在下，我上面还有江苏的提督，别人嘛，大可不必越俎代庖，我还有军务在身，不宜久坐，告辞了。呀，我还没怎么着呢，他倒来劲儿了。我都听见了，看来何方营是指望不上了。畏罪自杀，呀了个呸的，比我还狠呢！老子不能被他们那么耍。你手里没有兵，别说几百里运河的河道，单就扬州的2个码头，你就1天也堵不住。我就不信。哎呦呀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大清有法律，在任的文武官员不得招妓宿娼，你们知道吗？知道。可是让我抓着一个，还畏罪自杀了，你们怎么说呀？老爷您圣明，上了船就都是客人，我们也不能往下轰啊。你们就不怕吃官司吗？山神土地过路的大仙儿，我们都怕。是呀，您就别为难我们了。今儿我们要是不让他上船，明儿也许他找个茬儿，把我们船就给烧了呀。你们听着，本府到任，就是要整治官场上的风化。凡是敢到你们那儿叫台子的，不管是多大的官儿，只要在我扬州地界上，我见一个整一个。
大人明鉴，我们吃的是笑脸饭，谁都不敢得罪哟。不用你们得罪，我来啊！你们只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布置就行了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从今天起，把你们手底下所有的花船，都给我集中到南北2个码头上，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吗？啊，谁家的船要是少了一条，我就削你们的鸡。把船拢到2个码头倒不难，可我们的生意还能照做吗？谁不让你们做生意了？我整治的是官场风化，不是整你们的饭碗。你们的买卖呢，照做无误，该唱的唱，该接的接，该跳的呢就给我跳，搞得越热闹越好。剩下的呢归我，明白了吗？是。嗯。哎，把你们花船上的那个什么花灯都点亮亮的，啊，最好啊把那2个码头都给我弄像大白天一样。敢问老爷，我们的船要在码头停多久啊？这我还没想好，先照2、3月停吧。这倒是少有的事儿了啊！哎呀，全扬州的哥娘粉头是大的大聚会呀！开眼了吧？你可乐疯了吧？有点意思。平常啊，这些小婊子就是东一个西一个，遮遮掩掩，要看全了还不容易呢。咱这扬州真是好地方，我敢打赌，这热闹别的地方找不着第2家呀。但愿天天有，那可美了。就是，赶快吃吧，吃完了找乐子去。快点！哎，馄饨！这么多船摆在这里，你说这是谁想出来的？哎，还甭说，想出这种热闹的，准是个大色鬼。这个人啊，还不定是个什么狗杂种出身呢。嘘，听说这是新来的知府大人下的令，我是听一个船上的妈妈说的。是吗？咱们这个知府啊，准是在兵营里蹲了几年，那地方连蚊子都是公的。一到扬州，别的不想，先把这花花瘾过足了。你可别瞎说，辱没上线，当心铁链子锁了你。哎，咱们开玩笑。黄会长，您快过来看看！你看看吧，你快看看！走走走！大爷，您上我这儿。你们看看这像什么啊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也是才知道，这可怎么装船呢？哎呀，简直是胡闹！就是。黄大人，你们搞什么搞？马上给我撤了！
回老爷的话，这是新来的知府大人，他下的令。是他让把全扬州的花船都开到码头上来的？是。他说发现了官员宿娼，说是要好好整整官场的风化。这是我说了算，还是他说了算？我就是长半个脑子，我也明白，当官的是爷，您是祖宗；没当官的，我们活得更好。没您呐，我们就得要饭。明白就好。马上给我撤开！新来的那个府台大人呐，不知道搭错了哪根筋，说是不按他的办，要消我们的急。他那根绳儿不粗，可也勒脖子呀。他让你们在这儿待多久啊？说是起码2、3个月。这个王八蛋！哟，哎呦，我真倒霉！这他妈谁干的啊？进来！哎呦，进来！什么？2、3个月？2、3天我都等不了了。哎呀，我不比你急啊！安徽、江西2省压的盐比你的数目大。我不管什么安徽、江西，今儿晚上给我装船。您自个儿到码头上看看去吧，全扬州的花船都在那儿停着呢。我能让我的人在花船中间给您装私盐吗？哼！来人呐！带上咱们的人，跟我去码头。是。哼，不就几条破花船吗？哼，我烧了他！夷陵兄，使不得。不来点混的，我看他就老实不了。你要真想来混的，你还未必是他的对手。我真没见过这号当官的，居然能想出这种烂招数，拉出一群婊子来堵码头。哼，你先别担心严了，你要是敢来，就跟我们一起看热闹去。走，那边看看。好嘛，这才是扬州的景色。哼，你老兄倒有心凑趣儿。这本来就是一个抛金撒银的地方，江山易主也罢，更朝换代也罢，哼，更何况一个走马换将、流水的官员。扬州一直还是扬州啊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就因为它是一个抛金撒银的地方，金银是不会变颜色的。去。告诉河上的船主，这河上的花船有一条算一条，我全包了。哈哈。李大哥，他们要找你。李大人，李大人，什么事儿啊？有客官来包船，1000两银子一个晚上。多少？1000两银子一个晚上。有毛病啊！就包1晚上吗？这个价我们也不多见啊。包几条
全包了。全包了？那一个晚上得多少钱呢？不是一个晚上，是连包3个月，说是要去逛太湖。你们答应了？人家真掏钱呐！掏钱你们就答应了？你以为我们是谁呀？下辈子托生个红袍大将军，我们也保家卫国去。这辈子不是托生错了吗？除了哄着别人乐，我们还能干什么呀？你们就没说我有话吗？说了，他们说没官没爵的，碍不着你老人家的事儿。包船的人在哪儿啊？已经上船了。呀，府台大人，你怎么也有这样的雅兴啊？你包的船？是啊，外面来了几个朋友，想在扬州乐乐。黎大人，如果你也喜欢，不妨也一起喝上几壶花酒。我在整治官场风化，你不知道吗？好啊，太好了！如今这官场啊，的确是污浊不堪，早该整顿了。不过我这几个朋友嘛，没有一个是领俸禄的，江湖不一，行商做果而已。不信的话，你可以一一查验。这些花船都是在您扬州府上了级的，我们将船买酒，他们按人头上税。如果有什么违法的地方，请大人赐教。你们出手真大方。有朋友从远方来，花这点钱算不上什么排场。扬州这个地方嘛，就是这样，您待久了就明白了。厉大人，这可是花船，既然要整顿官场风化，您自己在这待久了，怕会给人以口实吧？开船喽！来，李卫这小子
让我们给气得够呛啊！要想跟我们斗啊，他还差得太远。是啊，来来来，哎呀，嘿。 哎，人跟人斗是有输有赢的，这人要是跟钱斗，想赢可就不容易了。这前几届扬州知府，都是在钱字上办下来的。一条船一个晚上要1000，这几10条船，连包3月。哎，我脑子不好，你帮我算算，那得多少钱？算他干什么？官司输了，把道理弄明白就好了。行了，你别给我吃宽心丸了，我宁可糊涂也得斗赢他们。哼，哥哥我从小就这脾气。哎，小时候一个臭小子偷吃我们家一只鸡，我为了把那只鸡给偷回来，我撒出去半担谷子，比那只鸡值钱多了。哼，可你现在对面这只鸡太大了，你上哪儿弄那么多谷子去啊？ 别把我惹急了，把我惹急了，我什么都敢往出扔。人家要是能混上一任知府，都是风风光光的。可是你，哎，哥哥我没本事啊。哎，这船上好像有琴声啊。这琴声。 怎么听着好耳熟啊！任先生，扬州这幅八阵图不易破解吧？哎，四爷给我写了信。 四爷觉得你报功报早了，扬州的事没那么容易。真让他说着了。哎呀，哎，当心！哎呀，你脚怎么了？甭提了，兄弟，我差点从划船上掉水里去。哼，我给你请了一位把你拉上划船的人。谁呀？ 恩公，顾盼儿，你怎么来了？任先生来找我，说你遇到了难处，让我来帮你的忙。哎呀，我弄了几10条花船都泡汤了，你这1条花船还能把码头给堵住？你鬼点子不少，可是用花船堵码头，实在不是什么高明的办法。 呀了个呸的，也不知道那帮狗日的有多少钱。就算是你有几百条花船，又能怎么样？你堵得了今天，堵得了明天吗？嘿，我堵一天是一天。我先往碗里扔个苍蝇，我恶心恶心他们。四爷给你的差事，不是让你恶心恶心他们，更不是要你和盐商们斗气，而是让你堵住私盐漏税的窟窿。哎，我这不正想折呢吗？ 治标不治本，你追不回盐税。他们藏得太深，根本就抓不住。你们一来就虎视眈眈，摆出一副大打出手的样子，人家当然要藏了。古人说：“意欲取之，必先予之。”什么意思？要想办法让他们去掉戒心。 要让他们觉得你已经没有威胁才行。可已经都卯上劲儿了，
还有什么破绽可卖呀？任先生啊，有个主意，他让我呀，把你拉下水。各位，你们知道吗？顾盼儿的花船呐，到了扬州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真的！哎呀，好啊！太好了！太好了！对，就是这条船。来，我们想约见一下胖儿姑娘。是啊，各位改天再来吧。姑娘今天已经有客人了。谁呀？比我们跑得还快。各位爷应该知道我们行里的规矩，这些事儿不便说的。走吧。你找我？哎，听说顾盼儿到了扬州。哎，你也知道这顾盼儿啊？别的我不知道，这么一个名动江南、高张艳质的尤物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哎，老黄啊，你神通广大，帮我去安排一下，我会他。不过我听商会的同仁讲，顾盼儿这些天一直有客。谁呀？不知道。听说他们去了好几次，都没上了船。切！什么混账王八蛋，敢跟我抢乐子！来人，在，去给我憋憋，看哪个下三滥爬那个顾盼儿的船。看清楚了，先把他的腿打断了再说。是。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人。我的艳福一直不浅，我就不信还有比我更厉害的。已经憋了3天了，估计已经有人等得不耐烦了。你可以去露露脸了。胖儿姑娘，这次真的是委屈你了。说这些干什么？你是我的恩公啊！哼，呀了个呸的！哎呀，我大小也算是个知府，屁事儿干不成，还要你出来帮我。你能有这份心思，我就敬重你。我见的人真是太多了，在这个世上，有几个是堂堂正正的？哼，太脏了。其实啊，我什么都不是。告辞了。他是个好人，你一定要好好帮帮他。赵露，哎，我来。李大爷，您请。都别动，这是扬州知府。嘿，什么清官知府，人模狗样的，原来他也好这口。就是，咱们出去啊，好好的给他散一散，2天就搞臭他。对，搞臭他。好了，搞臭他。你们怎么了？这是好事儿啊！我还真以为他是个不沾荤腥的海瑞包龙图呢。这下行了，不就是一个顾盼儿吗？叫他好好的玩吧。有道理。告诉依林公子和江西安徽的盐商，让他们进船吧。
姐回来了。我查到地方了，最起码有几千担私盐。哎，那我们召集人吧。着急谁呀？何方营的人你也看见了，里里外外全都烂透了。对，本地的差役是绝对不能用的。那找谁啊？年羹尧。他现在是镇江总兵，江苏巡抚指使他都得客客气气的。我随便说句话就能调动他的露营兵吗？年羹尧是个好大喜功的人，你让他随便帮你抓几个毛贼，他自然不会管。这样吧，你在这里接着唱你的独占花魁，我去镇江见年羹尧，帮你搬兵。行了行了，万事大吉，再过2天，你就能客去主安了。已经装船了吗？一切顺利。哼，你不还惦记着那个顾盼儿吗？也多亏了那个顾盼儿。想当年，吴三桂为了一个陈圆圆，献出了山海关。如今一个顾盼儿，也替我解了扬州之围。怎么讲？那个炸刺儿的知府已经被粘在顾盼儿的花船上了。李卫和顾盼儿，我的人亲眼看见的，红颜祸水啊！依林兄，你知道像顾盼儿这样的秦淮名妓是什么样的台面吗？当年多少名动一时的下江才子能在他那喝上一杯茶，已经算是美人青眼了。他李卫，你还看见了什么？还看见了顾盼儿的琴师，弹的一手好琴，据说此人也很有名的。他叫什么？任南坡。我这江南露营是朝廷的野战营旅，除非出现了反贼叛逆，一般讲我是不参与地方治安的。正是盐税官赋，追缴盐客，这绝不仅仅是地方治安。还有何方营呢？漕运上也有驻防啊。何方营泡在扬州，年深日久，您觉得还能用吗？和我一样，四爷不是也给李卫请了密奏匣子吗？他也可以参吗？与其参调几个墨吏，不如直接建功的好。这话怎么讲？这是四爷给我写的信，信中提到西北用兵不断，国库难支，江南的税赋也是命脉所在。皇上最近召王大臣们议对，甚为感慨，说谁能把住江南盐税的关，封他个王，都不为过。这2个库里存了咱们多少盐？不算这2天运出去的，还有将近3000担。跟挑盐的民夫说，让他们不要再往这里挑盐了，谁也不许靠近。怎么了？要学会用自己的鼻子，觉得味道不对的时候，得闻得出来。我派人盯了顾盼儿的花船。哼，任南坡你知道吗？听说他是顾盼儿请的琴师啊。他也是李卫的琴师。我的人说，他前天去了镇江。去镇江干什么？李卫是谁的人呢？说是雍亲王的人。雍亲王还有一个心腹爱将，知道是谁吗？年羹尧。他现在任何职啊？镇江总兵。
这3个人连在了一起，总不会是巧合吧？去叫你的人，能叫多少叫多少，我给双倍的缴钱。是。我的探马回来了，镇江的年羹尧果然带兵向这里运动。一个五品知府，真想骑到我的脖子上吗？备轿。您去哪儿？见江苏巡抚。父亲，现在倒可以不着急了，不叫的狗才可怕。既然他叫了，反倒不可怕。拿了什么尚方宝剑？居然到我的地盘上来斗法，还到外边借兵。让他来吧，不碰一碰，他总是不甘心的。你有安排了？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会让他到这儿来给您磕头的。有事儿吗？我家公子想会一会盼儿姑娘和任先生，这是一点博弈。季允梅，哇，好大的手面！小姐，你看看，这么大的珍珠，我还从来没见过呢。退回去吧，这些扬州的财主，我一个都不接。这位好像是官府家的公子。哼，官商一气的东西啊，更是可恶。我听说，这个季公子啊，是两淮盐运使季东平道台的儿子。等等，你说谁的儿子？盐道季东平道台的儿子。你先不要回绝，派个人去看看任先生回来没有。是。哎，李大哥，他们来了。严将军，你小子这回是想砸出个大响动啊？嗨，不瞒您说，兄弟我快憋死了，这鬼差事真不是人干的。哎，当初放你个扬州知府，你不是乐得屁颠屁颠的吗？哎，当初没人告诉我，我还真以为能吃个什么香饽饽呢。你不是青天大老爷吗？我告诉你吧，只要黄的白的一见响，个把青天大老爷，那管个屁用！哎，行了。这回啊，我给你带回200秋八，帮你提提劲。真的？在哪儿呢？我让他们停下来，天黑以后再往里开。好。任先生，这个是姑娘让我送来的。这个人今儿晚上要上船见您和姑娘。季允梅，什么人？这是两淮盐运使府上的公子，说是要以情会友。大人物露面了。他要干什么？不管干什么，我要把他稳住。你们干你们的。
我问你一下啊，他们又往里边运盐了吗？今天可热闹了，进进出出的，折腾了一整天呢。献丑了。任先生可知道这首曲子？这是一首古曲，名叫《仲尼之叹》。不错，果然是方家。此曲乃是颜回死后孔夫子弹的一首曲子，叹颜回才高命短。颜回这个人才高八斗，可惜却不得施展，落得一个短命的下场。孔夫子叹颜回，其实也是叹他自己。他恶于陈蔡之间，即便是圣人，也有走投无路的时候。那任先生是自比颜回呢，还是自比圣人？不敢，南坡何能啊？不过我听说过圣人之道嘛，在于审时度势。真到了礼崩乐坏的时候，圣人也无回天之力。哼，领教。我这里有一首《十面埋伏》，比《仲尼之叹》明快一些。盼儿。嗯。动手吗？动。快快快！快！来呀，把这些盐给我放下来！慢着！富太大人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我跟你玩腻了，老子跟你动点真格的。如何呀？这里只有春江月色，琵琶美人，既没有刘邦，也没有项羽。即便是从什么地方找出来一个韩信，恐怕也埋伏不成。我再送先生一曲《平沙落雁》。这几千担的私盐就摆在你面前，你还跟我装什么糊涂啊？这是私盐吗？揭开！这不是私盐，难道是沙土吗？
这要真是沙土呢？李大人看清楚了吗？家里修房子，刚备下的。怎么回事？你干嘛呀？啊，跟我玩大变活人是不是？告诉你，老子耍叉的时候还没你呢。绑结实了，给我带回去。走。你们去跟他们说啊，把那个姓黄的给我看严点，别又来个畏罪自杀。是。呀呀，呸的！我不审他个点朝天，我李子。老弟，我跨着辖区给你派兵，已经是担风险的事儿了。你倒是弄清楚了再让我来呀！一堆沙子。大意了，大意了。十面埋伏谈早了，7成盐税怎么少的？这是一张网，一张大网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大得多。人我抓了，我就不信我撕不开这张网。愣撕是撕不开的，只要你动一处，整张网就会扑过来，把你缠住。何方营管带求见年总兵。扑过来了，这是第一波。在下年羹尧，熊九如，本镇河防营管带。总兵昨天星夜带兵进城，恐怕有什么关防要务吧？哦，我的关口上发现了私盐，贩盐的水匪还和我的弟兄们交了手，我是跟踪而来。哦，年总兵的防区应该是在镇江河口一带吧？怎么了？按关防惯例，兵员跨界应该有个交接。既然贩盐的水匪进了扬州，河防营务正是标下的管辖，我自当效力，请年总兵指点吧。其实这并不关熊某个人的什么事，只是兵员调动非同小可。你我两镇都属江苏提督节制，如果年总兵不是奉调而来，恐怕在军门那里不好交代。我带兵多年，这点规矩还不懂吗？你放心吧，我会给你个交代。那好，熊某在门外恭候。他想干嘛？我是四爷的人，可到了地方也要受上县辖制。李卫呀，李卫呀，你说你把我弄来，真要是人赃俱获啊，也算是出师有名。你甭说了，有什么事儿我替你担着。军有军法，啊，你一个地方官，你根本插不上嘴。再说我年某行事，都是一人做事一人当。我越界抓人，对吗？哼，这里是扬州。我怕走漏了风声，说白了，别人我信不过。那置军规军法于何地？行军法。
下一步又该是谁了？老爷，酸豆腐长子来了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多少？啊，3个半月，一共是113斤，合银子2570两。我说你不识数啊！嗯，16两的秤，100斤的分量就是1650两，再加上一个13斤，就是16得6，26得老太太，老18。太太，您算的是分量，我说的是银子。那我也得算清了分量再说银子呀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这不是很清楚了吗？113斤豆腐，一共是2570两银子。多少？2570两啊！哎，我说你那到底是卖豆腐还是卖活人脑子呀？哎，姑娘，你说对了，我做的这个豆腐呢叫3脑豆腐啊，在这个每斤豆腐里是3两活鱼脑、3两鸭脑、3两猴脑。这鱼呢是桃花季上水的桂鱼，这鸭子呢是当年的太湖红脸柴鸭子。这猴子呢是分2种，这第一种呢它是……这么着吧，你看看我有多少斤，你按斤要呀，我论斤卖，看能不能顶你那豆腐钱。怎么这么说话呀？真是，2570两。哎，我的娘的，我吃什么呢我？嗯，你知道我儿子1年从皇上那儿拿多少两银子吗？他那1年的俸禄还吃不上你几斤豆腐钱呢。您这不是已经吃了吗？那我给您吐出来行不行？吐出来，那可就不是豆腐了。废话，你说的那是。我跟你这么说吧，要人，我跟你走；要钱，没有。哎呀，你怎么能赖账呢？又没有人管呢。哎呀，青天大老爷呀，吃豆腐不给钱，怎么能这样呢？哎呀，吃豆腐不给钱呢，还有没有王法呀？青天大老爷呀，我活不成了。哎呀，吃豆腐。嘿，对面那家豆腐店是你开的吗？是我开的。开张多长时间了？3个多月了。也就是说，我前脚来的，你后脚开的，对吧？专门往我这儿送豆腐，对吧？谁有钱谁吃豆腐嘛。哼，我1年的俸禄是130两，您说我算有钱吗？2570两，这钱我得干多少年呢？哎呦，对不起，老板，这豆腐钱我真还不起。哎呦，这没人还我钱，我怎么过日子啊？哎呀，没法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别哭。兄弟，我还真在江湖上混过啊！还不出钱，我就挨扁担，打折1根扁担算10两银子。来，拿着，把手伸出来，接着，拿好了，嘿，拿好了，拿着，打呀！我要是哼哼一声，我就是你孙子，你打呀！妈的！今儿你要是打不出100根扁担，你就是我孙子！呀呀了个呸的！你个破卖豆腐的，你也算一波！李卫，现在是闹的时候吗？儿子，不吃豆腐了，行不行？我踹不死你！老爷，不好了！哎，盐商们罢市了。什么？我们从盐田把盐都挑来了，一来一去100多里啊！你们说不收就不收了，那还行啊？说不收就不收了啊！别嚷了，别嚷了！这样的，知府老爷把兵都带进来了，商会的会长也被抓了，现在让我收，
怎么个说法？走吧。他要是不收我们的盐，我们就坐着不走了。对，坐着不走了，不走了。哎，大家听我说，大家听我说，是知府老爷不给咱们活路。副帮主有话，大家都到知府衙门前请愿去。对，请愿去。聚众闹事那是犯王法的事，这是知府衙门。既然捅了马蜂窝，那些要飞出来的马蜂，就不能不让它飞出来。我们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一个字：忍。哎，李卫呢？我看他往大牢那边去了。让他去吧。这马蜂窝一竿子也是捅，2竿子也是捅，无所谓了。大人，带黄伯仁。是。大人，人呢？怎么了？死了？他说他饿得走不动了。什么？你们招不少啊！啊，行，有2下子，啊，把盐换了是吧？左一波右一波的来叫板是吧？连我们家吃的豆腐都让你们给算计了是吧？如今你们盐商又罢市，没事，我不怕。1、2个月的不吃盐，我死不了。我还告诉你。穿上这身官服，我是个知府；脱下它，我比你们坏多了。我就是到这儿来追盐税的，而且这个口子我还就打算从你这儿撕开。谁爱来谁来，撬不开你这张嘴，我李字儿倒过来写。这个说法到现在是吧？啊，这个说法这事儿怎么办？看他们怎么办？师兄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些人都是你带来的？这怎么是我带来的呢？有一半都是盐帮的人，你还敢骗我？这也是被逼嘛。我爹说了多少次，不让咱们跟盐商和官场的人搅和在一起。我爹刚病，你却又跑出来了。老帮主的话我牢牢记着。这盐商一罢市，兄弟们就没饭吃。我身为副帮主，不能不管吧？我这也是为了咱们盐帮好嘛。盐道大人到！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